自从2025年4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知也是毋知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路加福音》20章第1节到19节。有一日，耶稣伫圣殿底教示人，佮传福音。有祭司长、经学教师佮长老做伙来，问伊，甲阮讲：你靠甚物权柄做遮个代志？甚物人互你即个权柄？耶稣因讲：我嘛要问恁一句话，恁甲我应。约翰甲人洗礼的权柄是对天，还是对人来的？因互相议论。咱若讲对天，伊话讲安尼，恁是安怎无信约翰？咱若讲对人，众人会用石头甲咱钉，因为因拢信约翰是先知。所以因应讲毋知对倒位来。耶稣甲因讲：安尼，我嘛毋甲恁讲，我靠甚物权柄做遮个代志。耶稣佮用一个譬喻甲众人讲：有一个人开垦一区葡萄园，伊将即区园租互佃农，后来出外真久，收成的时到，伊找一个仆人去佃农遐，要甲因收园年的果子。佃农甲伊拍，互伊空手倒去。主人佮找别个仆人去。因嘛甲伊拍，甲伊侮辱，赶伊空手倒去。主人就找第三个仆人去，因嘛甲伊伤害，甲伊赶出去。后来葡萄园的主人讲：当我着安怎做？我要找我所疼的囝去。因大概会甲伊尊重。毋过佃农看到伊，就参详讲：即个是伊的继承人，咱来甲伊杀死，安尼伊的财产就变做咱的。因就甲伊ฮ็出去葡萄园的外面，甲伊杀死。安尼葡萄园的主人会安怎甲因处理？伊会来召灭遮个佃农，将葡萄园租互别人。众人听到遮个话，就讲：千万毋通有即款代志。耶稣注意甲因看，讲：圣经所记载的是甚物意思？起厝师傅所去杀的石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基石。所有摔落去迄块石头顶的人，会摔甲喙骨分尸；互迄块石头地着的人，会跌甲喙糊糊。迄时，经学教师甲祭司长知影耶稣讲即个譬喻是伫指因，就想要当场下手掠耶稣，不过惊众人。知也是毋知？无论是路加福音20章第1节到第8节，关系耶稣的权柄，也是第9节到18节有关歹佃户的譬喻，重点拢在伫祭司和经学教师对耶稣的质疑。因所关心的是，耶稣究竟靠甚物权柄做遮个代志？伫圣殿教示人，宣讲福音和医病赶鬼。遮个宗教领袖认为，既然因是掌管耶路撒冷圣殿宗教事务的人，因的权柄则是来自上帝，所以因甲责备批评因的耶稣看做是邪恶势力的代表。伫遮，因故意对耶稣提出两难的问题，也就是无论耶稣安怎回应，因拢会找着麻烦。耶稣知影因的目的，也明白因来遮不善，所以耶稣毋简单无做正面回答，反倒当爱因先回答
伊所提出的问题。对宗教领袖私下的争辩可见，因其实知影施洗约翰和耶稣的权柄是对上帝来的，却故意假做毋知影对耶稣的权柄是对倒位来的问题。因究竟是知还是毋知影咧？一方面，这个宗教领袖其实是知，但是为着反对耶稣，搁惊群众受气，因宁可假做毋知，毋愿承认耶稣的权柄是对上帝来。另外一方面，因也是毋知，因单单是伫群众面前诠释律法，假扮权威，却无明白律法和先知所指明的迄一位就是耶稣。安尼看来，这个宗教领袖确实是啥物拢毋知的人，也因为因的毋知，毋若互因失去得救恩的机会。伫规卷路加福音中，因搁较诚侪敌对耶稣的代表。圣经中的真侪人物，拢互人看见因对上帝有清楚的认捌。伫旧约中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为了持守信仰，绝对毋拜巴比伦王所造的金像，因为安尼受弹入大火中。因知影上帝必定会保护因，就算毋是安尼，也誓死毋拜金像。无端受苦的约伯也讲：纵然我知我的救赎者活地，最后伊会起来替我辩护。伫新约中，保罗写予提摩太的批也宣告：因为我捌我所信的上帝。嘛深信，伊会保守我所交托我的，直到迄一日。这个圣经人物，拢因为对上帝有清楚的了解，进而诚侪因专心倚靠上帝、信仰坚定的基础。当咱知影上帝为拯救，知影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囝。知影圣神甲咱同在，为互咱搁较愿意跟对耶稣行信仰的道路，甘愿持守信仰直到生命的结束。伫知甲毋知之间，咱选择做倒一种人呢？这决定攸关咱生命的结局，希望咱拢知。默想。我是毋是清楚知影耶稣基督是上帝囝，还是知影却当作毋知影，或者是完全毋知影耶稣是谁？我是毋是清楚知影耶稣基督是上帝囝，还是知影却当作毋知影，或者是完全毋知影耶稣是谁？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我相信你是创造宇宙的主宰，耶稣基督是你的独生囝，圣神是你所赐的保惠师。愿你帮助我清楚知影你的心意，搁照安尼行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